法国罗浮宫伫员工伫6月16日时熊罢工，原因是咧抗议旅客伤济，也毋过员工无够，害因无用试试严重过劳。也若不搬旅客遮济，也有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当地人上街头抗议观光客伤济，搅吵因的生活。 已经到开馆的时间，法国有名的景点罗浮宫的大门锁关条条，后摆甲倒长的游客是规个雾煞煞。罗浮宫的员工伫16开馆进前是无预警发起罢工，理由是官方接待伤济旅客，说长期以来拢无请有够的人力，互员工严重过劳。官方宣布延后开门，而且紧急召开高层会议，目前拢还未对外发布任何声明。 罗浮宫是全世界上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，敢若去年就迎接870万的旅客。不过人数过济，造成观光品质降落来，员工过劳含建筑物未堪咧底遮侪人这问题，长久以来拢受到批评。虽然法国总统马克宏已经宣布改善计划，但是暗算搁要几啊年才会完成。 镜头搁转去西班牙，伫顶礼拜、6礼拜，有几千个巴塞隆纳的民众嘛，行去咧街仔路抗议城市过度观光化。有示威民众伫咧旅馆的门口扭红锁线，而且放炮啊含彩色的烟雾，表达生活空间红用甲下尖尖的愤怒。Nosotros necesitamos un turismo responsable, no un macroturismo, sino un turismo que respete la salud, respete el trabajo, respete la dignidad y respete a todas las trabajadoras que trabajamos en este sector, ¿no? turístico. 内面互人讲上济问题之一，就是伤济主体拢互改造做观光公务，造成当地厝价起甲真悬，房源嘛无够。另外，因为有伤济拢实体观光客咧开的商店含餐厅，嘛互真济传统店家拢无去啊。伫示威内面特别受到注意的一项道具，就是7头米的水枪。这水枪本底是要互因伫游行内面较袂遐热，但因为伊会当制造无杀伤力的小干扰，伫游行内面互广泛使用，就要变作示威的重点。公司新闻又派准编译。